本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可能真係有人做過。尊重生命，切勿濫用鹹正。白鴿有錯，但唔應該以暴制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青檸。今日我哋唔去靈探，但係就遇到一單鴿探事件。話說我同藍妹啱啱喺天台曬毛，就聽到啲白鴿喺度嗌救命。4隻白鴿黐住唔喐得，附近有膠水痕跡同羽毛。兄弟，我喐唔到啊！我諗我唔得啦。邊個咁衰喺度放陷阱啊？呢啲係膠水？哎呀，愛鴿人士要暈啊！係時候要出手啦！調查組開工。案發現場冇明顯腳印，但膠水質地偏黃，有機會係舊膠水翻煮再用。發現可疑物體，原來係我撞爛嘅。青檸，集中啲，呢度可能係鴿界重大刑事案件現場。嗰日我見到有個人拎住個膠樽走嚟走去，啲白鴿食完嗰啲嘢就黐住咗啦。肯定有人唔中意啲白鴿，嫌佢哋周圍屙屎，想整走佢哋。你知啊，3號頂樓有個人成日投訴啲白鴿，話佢部冷氣機俾啲羽毛塞死咗啊。咁即係有手？白鴿版黑社會恩怨？線索越嚟越清晰。為咗拎到關鍵證據，佢哋決定潛入傳說中投訴狂人單位天台。你拉我上嚟做咩啊？我又唔識拆冷氣。唔係叫你拆冷氣，係叫你偷偷地裝部微型攝錄機啫。邊個啊？你搞我啲熱熔膠啊！我嚟整模型啊！哦，原來佢係模型師傅，仲以為佢係白鴿黑幫首腦。最後，藍妹青檸幫白鴿逐隻清理膠水，冇傷亡但極度尷尬。事後，白鴿幫仲開咗個會，決定自己出資買乾洗腳布鋪落去，以後唔使再黐住石膊，可以專心食飯。我幫人剪完膠水，自己個屁股反而黐住咗樹葉添，黐住咗條膠帶啊，變咗靜電鴿。時裝界都冇你咁潮啊！你冇聽錯，白鴿幫今日正式出嚟開記者會，對住全港動物記者團回應膠水事件。首先，我哋強烈譴責所有針對白鴿類嘅膠水襲擊行為。白鴿雖然偶有便溺，但係我哋有自律小組會提醒我哋唔好喺冷氣機嗰度屙。你哋點解唔試下自己帶鞋出街呢？我哋拒絕人類化，因為鞋會影響我哋嘅飛行平衡。由即日起，我哋會成立鴿界公關部。未來每隻鴿會配一張通行證，裝有 GPS， 方便追蹤佢哋屙咗喺邊。有希望啦！我哋終於唔再是飛機故障。我開始懷疑白鴿幫其實係一間上市公司。可能啦，但係冇人想知喎。白鴿幫聲明，下週起接受街坊捐贈乾洗紙、抗菌腳墊及粟米。特別感謝鸚鵡調查組、藍妹、青檸全程協助調查。記者會後，白鴿幫爆紅，成功開設 Instagram 賬號 @GPEGen，歡迎 follow。